桃园有弱势家庭定情讲，囡仔临时托育的费用上悬咯，补助上过少。议员嘛呼吁讲，应该爱调整。桃园市政府是表示讲，目前的补助是依照中央的规定，未来卖来检讨调整。陪囡仔耍替囡仔换尿布，规工落来，爸爸也是妈妈已经真忝啊。为着方便家长有伫需要处理事务也是哮喘的时，会当安心送托，各地方政府拢有开办定点临托服务。也毋过有袂少民众感觉贵，表示不得已才会临托。如果1个小时200块钱，我觉得还算可以接受，但是一天1400，就你今天一天赚的钱，大概都是给临托是没错这样。针对定点临托弱势补助，桃园每点钟100至100，也毋过有议员要接到真情。弱势单亲家庭，家长假日兼差想要将囡仔送临托，扣掉补助一工又要爱700，一般薪水无啊，好有调管弱势临托补助。自己一天打零工的钱大概就是1200到1500左右，加上地点临托的补助下来，可能大概一天可用的余额大概也只剩下700多块。临时托育的补助的费用是依照卫福部社家署的规定来订定的。未来我们也会参酌这个执行的情况，滚动研议调整补助的金额。妇幼局回应。桃园临托服务除了4个社体寄托服务中心，今年也陆续结合亲子馆、亲子坊、妇幼馆加家庭服务中心，增加到39个。无论是增加还是总数，拢是全国第一。临托费用补助办法草案，等25有个结束，会送法规会审查后手完成法规定书了后发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